亲爱兄姐平安。那你主日也是感恩节时，咱要来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吼。现在拿手机啊，甲关于静音啦吼，甲关于静音。恁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因为耶和华志愿者通惊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现在起立来信用告别，用念写圣经来告别。愿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愿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是对真神出的真神，毋是受造的，甲爸同质同体。对圣神照在这路玛利亚出世真做人，伫本场刀刃内为咱顶十字架受咱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三日国活上天，现在是伫爸正平，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对爸甲囝出。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读先知讲话，愿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愿告别一个为得遮侪洗礼，愿期望死人国活，来世活命。阿门。请坐。
咱来三块来祈祷。主，天上的爸，阮的上帝，阮伫主日的时伫遮敬拜落你，阮特别来伫即个感恩节来纪念你，来感恩你的疼。主，阮祈求你亲自保守，亲自看顾阮每一个人，互阮来算孝，阮一年中得到你的恩典。主，因为阮知你的恩典极大，你对天摒福气，互阮每一个属于你的人。主，祈求你亲自互阮有这个确信。阮来祈求你保守有拄着病痛的，拄着精神软者的，也是拄着其他的艰难的，求求你看顾保守因。主，扶持因，用圣神加添因的力量。主，阮也伫遮感谢你，祈求你通过带顶路做你的出口，会当讲出你奥妙的教示。主，互阮真做阮的准人，因为通过恁的话，你的话做阮的灯，做阮的光来引带阮。阮伫遮感谢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过来要请圣乐队来学乐，一步一步。
咱过来恭修上帝话，记载伫腓立比书4章第4节到第7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就常常惦伫主来欢喜。我要搁讲伊，就欢喜。恁的顺良，就对众人显明主君啊！一概无得看路，独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以上，咱过来要请蔡长来讲道，伊题目是献上感恩的祭。你迄个平安。一开无你看到万事照到，基督基督甲感谢，将你所需要的甲上帝交托，就上帝会听恁每一个人祈祷，伊所需的平安，超过恁心怀意念，超过恁的心、恁的念头，才三个来祈祷。来，主，我是上帝，真感谢你，伫这个感恩的季节，每一个人存着感恩的心，到伫圣殿内底。主，恳求你，互每一个人安静阮的心，摒开阮的内心，接受圣神降临。圣神充满伫阮的会中，派天使保护伫空中，互遐恶作者的无搁再侵犯着阮，互阮每一日过着感恩的生活，稳定默默行三个做伙，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你甲厝边隔壁讲平安。感恩节足重要，除了感谢上帝以外，请你甲隔壁的人，尤其是翁仔某，讲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恁无翁无某的人就废去啊！昨吼一个人加一个人，一个叫做朴文，一个叫做阿琴，两个人去度蜜月，毋知走对，我毋知啦吼。我先甲你讲一个好，这偌甜的呢。感恩节真水，本来咱感恩节是要看到后礼拜，还是看到这礼拜？感恩节普通拢是11月25，到11月第4礼拜礼拜4，所以感恩节时阵，咱到底？要放伫即个月，也要放伫后个月。即个主日也是后个主日，我嘛想讲，放到即个主日，因为后个主日是台港节第一主日，咱做伙庆祝。咱头有注意一样事无？小我对今仔唱圣诗，唱了好听无？好听。真的好听吗？啊！为什么特别拍手呢？上爱拍手的是个新娘啊！我伫婚礼唱即首的时阵吼，足侪人讲，哦，他遐好听。伊拢无注意迄个歌词，歌词就讲你结婚了一步一步。好，我结婚了就幸福美满呐、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叫做童话。结婚中间有足侪坎坷，所以你若存着感恩的心，一步一步，上帝甲你送到最伙。我两个嘛行43冬啊呢，恋爱9冬呢，总是阮一步一步行的时阵吼，感觉真愈甜蜜呢。暗时若无看伊咧困咧顾吼，我嘛困，毋是我顾啦，毋是你顾啦，是我咧顾。伊讲伊困袂去。我相对的，咱每一个人真正有心，互相感恩，献上咱的感恩。咱每一个人献上咱感恩的祭啊！咱以前吼，较早阮细汉的时阵吼，那感恩祭吼，遮拢会摆一个物件，著厝里有鸡仔吼，我著掠鸡仔绑起来安尼，有诶掠鸡仔来，有诶摕伊啥物蔬菜，有诶摕拢意思的吼，迄个鸡仔拢一个特定，就是讲若礼拜了拢放屎放足济安尼吼，感觉足快乐的。即摆无吼，即摆咱也无咧做事啦，就较无遮个物件。总是咱爱在心内充满感恩啦，心内充满感恩。像圣腓立比书甲咱怎讲呢？讲你着常常惦伫主来欢喜哦。即欢喜毋是讲惦伫我来欢喜哦，今日是错钟伊哦，甲我斗相共使，我无甲伊斗相共使。主耶稣基督甲你斗相共的，所有一切稳定拢是主耶稣基督，互你来欢喜。我要佮讲，着欢喜啊！永远的欢喜啊！要靠主常常喜乐啊！我告诉你们，要喜乐。欢喜的心是好忧啊！忧伤令我苦头勾搭，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苦干呐。每天要过着快乐的生活啊！另外诗篇大笔所讲的，就是拢阿乐主，感谢主哦。万法那个主，你是应该受到懊恼的。咱每一个顺着感恩的心嘛。我会记你若去参加婚礼的人，你会听到一句话：婚礼像什么？像珠宝盒啊。每一次你要困的时阵，爱将你遐不愉快、
提掉，将遐知名的会议去拿珠宝盒。译文啊，有一日你7、8、10岁时阵吼，我毋知有伫咧无哈，我毋知哈。我会甲你问讲，你珠宝盒翻开来可以看到什么？我如果在天上，麻烦你念给我听一下好了。我迄阵一定伫天上啊，一定是伫天上。所以呢，我教问这样来，一寡清教徒，因认为讲因的信仰啊足纯正的，这个人吼无好嘢人，无迄个足高贵的人，无迄个足权贵，总是每一个人用因的心102个坐着五月花号。五月花毋是跟咱进军舰相共呢，遮好济呢，红印哦，我咧是102个死啊，剩50个，一半过身。总是因遐人到五月花到迄个港的时阵，做了第一项什么工课？咱有看到无？跪咧祈祷，感谢主。伊咪讲，哎呦，上帝，你若安尼啦，我亲人可能过身，102个都死一半。上帝，你若安尼无公平，无甲照顾，无？因跪咧祈祷，上帝拢有水的旨意。因先跪咧祈祷，第二项代志来啊！咱要安怎生活？咱到底要安怎生活？毋免烦恼。印第安人来讲，我教恁安怎种植，我教恁安怎饲鸡，我教恁安怎饲火鸡，我教恁安怎种玉米、种南瓜、种迄落到第2冬的时阵哦，应该遮印第安人变少，令人欢喜的，逐个参到做伙。我这是上水的一项代志啦。咱台湾人常常毋通袂记住，咱台湾人今足成的呢。咱讲长山讲无长山马，这啥物意思？咱以前拢是海产的，我拢是海产的后代呢。我若常常咧讲原住民我手就伸出来，我才有一位。我的骹第2支，迄个食指平拇指较长，我是白毛族的。恁家己看觅，手遮若一位，这是白毛族的 DNA。我讲原住民所以讲阮伫刚才伊拢甲我笑讲，我是平埔族的大佬。大家拢有啦，咱内面可能有一半以上，遮拢嘛有1分。咱每一个人拢讲我足纯正的，我是安怎无顺？上帝本来就无顺啊！闪含啊，所难的，南啊遮济人，哪有可能有顺啊？所以咱毋通看起遐感觉有色的人、乌人，咱看起无去；红人，咱看起无去；黄人嘛看起无去。白色的人，但是又讲无啊！上帝所创造拢是足水的啊！因为圣经内面咱讲，上帝所创造拢讲一句三话，上帝创造拢是水的、好的啊！咱每一个人参考做伙，彼得嗨，嘿好，所以讲相对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拢爱知影啦，感谢。美国拢做一个足水，美国总统做一个足出名工作是安怎？在白宫安怎？赦免火鸡的罪，哈，我也毋知掠去杀无，我毋知哈。有可能今天说咧，甲定个掠去杀，火鸡足歹饲的呢。迄鸡安尼若久吼，迄上细若久迄个家己啊吼，迄饲火鸡阮逐拢甲饲呢。迄火鸡若小蚊仔叮着死死，个饲有够成功啦。上帝真正足福伊的吼，阮拢想讲这家啊，透过饲火鸡饲的好甲再有饲火鸡，毋但阮常常火鸡袂通食，恁常常嘛食着呢。迄家啊夹来火鸡肉呢。咱每一个人都要用感恩的心嘛。这美国人定这个感恩节时阵，比如讲咱是要11月2，跟住话11月2，我讲2日都嘛感恩节。11月2是太港节第1主日，11月2嘛是感恩节，这个中间是感恩节。咱今日来纪念感恩节啊！美国是全世界上强盛的国家，美国是非常伟大的国家。开始有影美国，你也想，伊迄是对迄个无路用人所去建立的国家呢。你要看美国人遐个背景吼，迄5月好去的背景，无心思，无好业人，无私心，差不多足侪海贼的，足侪迄落安尼人看无起的，足侪兵争的，总是有一项代志，因足轻调因的信用。甚至川普咧选总统，大家拢讲无可能调啦。当初选的时候，大嘛手讲他有可能，敢若是咧笑的。总是伊吼，川普一步。会足坚持伊的信用，所以尾啊，大家甲讲，川普他对信用遐坚持，所以真侪人支持伊呢。笑讲笑哦，讲的狂妄狂妄，总是伊对上帝信心永远无变。所以你看美金哦，咱这手头有美金的人哦，恁摕出来看看，后壁美金一定印一句字 ：In God we trust。这句话一定甲咱讲
In God we trust， 阮相信上帝啊。美金今仔日会当全世界上强的货币是安怎？因为因相信上帝，这个美金是用上帝信所印的。相信上帝，澳洲相信上帝，美国相信上帝，互因接任的强盛。韩国相信上帝了，伫金融风暴的中间，因搁再一摆反转。顶摆都无说感动，其实有感动着我。伊讲一句话，我伫遐伫阿门。咱教会就要蹦起来啊！咱来出来做工啊！除了感谢以外，咱教会就要蹦起来，阿门。咱教会就要蹦起来，咱每一个人爱知，咱伫教会中间爱为着主来做工啊！你毋只感谢者，哦，我知主你我遮你好，遮你好，来感谢着我每一个人有这感恩的心，我爱来做工，因为 In God we trust。阮相信上帝，阮信任上帝，因上帝传咱行每一步路啊！所以，咱每一个人爱安怎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啊！因为这是上帝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点伫咱的，咱每一个人这祈祷甲感恩相共啊！你的祈祷是毋是感觉上帝讲上帝？哎呦，今仔日你带我安尼过这日子啦，主管也甲我骂，啊订单也无去啊，这个我的同事也对我足歹。上帝讲，敢你咧拼本事咧？你的祈祷就是咧拼本事，吼，对本事你甲上帝拼。拼一堆，啊！上帝笑着讲：啊，你敢毋知我后壁要互你真好？啊，你敢倒一直埋怨，啊！我要甲你讲的，你拢无咧听。我讲毋免遐埋怨，爱感谢，我要互你上好的，我互你上，啊！你都毋听呢？哎呦，上帝啊！我无知我咧信你，我逐礼拜拢咧做礼拜，哦，我足虔诚，我奉献，我遵守10%的奉献，我对你安尼足真心的，上帝啊！你哪我遮尔无好，上帝啊！咱后生本事通拼，到我70岁。我回想我的过去，有当着困难无？我当然有啊！我从大学来家己自私自利的，好个在我即摆看到阿姨的时阵，我感觉伊足可怜的。伊的冰箱我若无物件，拢去开伊的冰箱。啊，即摆吼，伊足可怜的，伊种去住迄间厝伤大间，毋知卖落去袂？哦，我才替烦恼烦恼。我等下记日我去恁兜，还阁找无冰箱咧，我后边再来找冰箱。足侪人伫我读大学的中间。足侪兄弟姊妹足接纳我，无通困拢去因兜困呢，拢煮足好诶玩食，啊咧过日子，啊阵也袂感觉见笑，袂感觉歹势，阵面陪较够，啊着四界去，有当时拜六礼拜着去人兜困，啊人兜困啊煮足好互你食，啊安尼过日子，真正凡事感谢啦，有当时想着讲安怎有遮好诶代志，所以你点伫主内欢喜啊！你主耶稣基督欢喜，因为伊是将你知影讲，因为你咧替上帝做工，伊接纳你啊！伊将伊的物件分互你食，伊知影讲你伤瘦，搁有当时啊吼，规条的高丽吼，厝里迄条高丽讲规个南大鸡啊，啊我拢袂客气啊，我规种甲食了了，少量够好食，三蒙散吼，毋是咯，你这牙我真无大啊哈，你这煮我拢无效啊，我吃偌好食咧，你规条高丽放落去炖鸡啊，我规只嘛甲伊食了了，我咧惊你咧，这是相对的，相对互咱的稳定是无限的大。迄个稳定有当时真想起来，感觉讲，哎呦，遮遮侪人对我遮好，我有使通埋怨。当着苦难，苦难咱哪坚强？苦难拢是上帝意思啊！一个英国探险家，好，伊要去走非洲探险，伊就选一个奴仆，伊一个随从侍从，伊个总是足虔诚的基督徒。迄个基督徒吼，不管是着讲一句话论。到即个所在无物件通食到啊！感谢主啊，互我无物件通食。伊讲即个头壳小可歹去。哇！感谢主，一日拄啊撞着因去到一个部落，哦，看到食人族开始咧甲喂啊，咧甲堆啊。感谢主，感谢上帝一切。伊讲你咧拄咧感谢上帝一切，无注意手抛落了吼，全叫伊插我挂规双手，即个趁钱啊，规双手拢流血，一直流血，一直流血。即个人去甲包咧，我手受伤啊吼！你要感谢无？哎呦，感谢主，互阮的主人吼手受伤，我都咧受伤咧受气，食人族伫要来啊，伫要甲我刣啊，我手咧受伤，你搁咧感谢主，我感谢主，咱来凡事感谢啊，气者拢甲踢伫边啊，拄一个崩坑，都甲踢落去。你感谢有啥物人感谢都甲踢，啊踢落去转摔落迄个崩坑，吼，即个趁钱才开始走，啊走无偌久嘛叫人抓着，我得甲五花大绑，困咧。要创爱吼，开始拄啊跳舞，准备要甲做迄个
献祭，互因天顶的神明。吼，啊边仔佫有一个大鼎吼，开始住咧兄鼎，准备甲煮啊。啊煮着安怎？在烫衫，一个衫啊烫起来讲，哎哟，啊手头白济，啊转甲透开了，一直流血。哎哟，大多因遐私人主大参详详咧，一直举咧手，一直手，这有欺辱，有瑕疵，毋通献互神明，神明就无欢喜，有欺辱，怎甲放开？无。叫紧走，吼、欢喜一个，衫摕咧，紧穿咧，紧走。走了，伊讲，毋着好佳哉，我真正咧感谢主，好佳哉，我手受伤，紧走咧，紧去救伊个仆人，去个仆人迄个四通甲救出来。感谢主，好佳哉，你甲踢落，你若无甲踢落，我好好吼，即马着我掠向遮。凡事感谢啦，咱是毋是伫顺境感谢，逆境咱拢凡事感谢啊？咱伫条件遐时就，咱看真正爱感谢啊！今日我拄着，我特别甲拍个现感，爱感谢啊！拜二阿嬷个别礼拜，拜六伊上听的孙仔一个举行真水的婚礼，这感谢啊！伫咱细时人，阮就想，哎呦，这丧事，咱教会丧事一种喜乐啊！伊要去到主的面前，你无欢喜啊！伊若今日无生气的时阵，伊会当坐到第三位看孙仔举行伊一个真水的婚礼无？伊可能无会，可能伫台北颐养院呢。伊结果坐到第三位，拄仔看，哎，我的孙仔即个婚礼，足感动的。其实我刚才一直看第三位的，我足感动的呢。因为你知道我很感动，你的阿嬷可以参加你的婚礼，多难得啊！你想嘛想袂到的物件，上帝有真水安排，每一样事拢上帝足水安排啊。第二。咱来谦卑服侍啊！恁的顺良着对众人显明，安怎？会去做君了。伊讲，蔡长你讲这敢真呢？我只敢教啊，遐袂咧啦。啊无吼，等下我媳妇较用，我倒出来做工啦。上帝当时教无人知呢，上帝当时教无人知，做君啊！你来谦卑服侍，什么叫做顺良？就谦让的心呐、啊。每一个人毋通家己感觉家己较高，每一个人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每一个人做诶事诶时阵，每一个当来参加小可队，伊讲一句话，讲我抱拢看无，我咧手我拢看，上帝爱你迄音呢，你迄音手毋对，颠倒好，拄啊上帝爱听迄音尔，迄音个你唱了对，都无听着。上帝爱听诶，就是你诶心，你诶奉献，毋是送较高唱，送较慢唱。我嘛捌真水诶声呢，但是我真高声去食哦，唱着吼，你若无气焰就好啊，比如较啉奶咧，会得过就好啊。所以上帝爱咱的心，真正为着伊来侍奉啊！咱是毋是用咱的心真正来侍奉啊？你看着巴克的博士啊，这英国是一个博士，是一个进入学位的，一个进入学问，一个英国的新书啊，伊伫二的所在吼，人甲破赛。啊！咧一般人破着赛，气个毋知啦啊！咱莫讲赛，咱看着变数就已经走足远的啊，甲破赛。结果伊笑笑咧讲：哎哟，这赛吼爱压残啦，做水肥，用大人的心智哦，足无差的浪费。去甲破迄个人后尾来信主，伊讲伊破了，伊那想讲，即个英国人足受气，阮当出动军队吼来对伊。结果无过讲多谢哦，谢谢哦，但是你毋通用到我的心智啦，这屎吼爱做水肥啦，用到我的心智足浪费的，啊嘛笑笑啊，佮甲讲耶稣听你，迄个人全哭出来讲，我要信主，确实真正。用你的见证、你的行为轰炸你来信主啊！这叫做指望。这是台东为着伊去一个礼拜堂。伊咧讲，伊是和平的使者，伊是个太流哥。伊然后来淡水，读2档的实人医了后，伊去伊的部落传道。原住民吼，本来是完全一片的，咱讲叫做宣教的沙漠呢，敢若亲像非洲共款呢。叫原住民，我去台东做会长，就发觉原住民信主的比率吼高得可怕呢，毋是天主教的基督教，迄拢是咱信主的。因足善良的，足顺良的呢。你若想原住民，听到原住民，感觉讲因咧听到片啊，加无，是因为因真善良，所以讲你拢感觉讲因戆戆，其实因足善良的，足人啊好的。我哋反正中间三城拢是原住民，你做工课拢即三城做平，剩的迄7城，咱本地人佮做了较好，足哩那好一个民族啊！结果吼，我都发觉讲，阮的员工内底吼，大部分拢基督徒。有当写个
那暗时咧做诶时阵，讲来咱来唱一个歌咧，原来因唱歌比我较厉害，我伫遐拢无啥敢唱歌，好，因咧声有够水。因安尼奇怪，上帝互因咧特别诶吼，安尼凊彩唱咧，哦，一个都，好你讲伊咧讲，哎呦，真正天籁之声啊！啊，咱今伫面前煞无啥敢唱歌，咱唱歌够歹听，咱唱歌有够好听，啊一个哦，啊个一个对咧哦，有当时我参加因诶原住民节哦，啊，就带者哦，啊，大家唱，迄个咱咧讲阿妹吼。伊定定对台东，伊爬咱厝，伊对台东，伊对台东的时阵吼，你嘛想讲阿妹是足有名的歌星呢？阿妹去到遐家唱歌，我感觉差不多。好，阿妹嘛对人跳3暝3日，奇怪伊个体力有够好，拢跳迄落3暝3日的。迄拢到半暝我都无度爱去困啊，因拢无爱继续跳，跳3暝3日啊，一面啉小米酒，莫讲小米酒咯，我啉一喙可能倒落，伊安尼拄啊啉，安那跳，安那啉，安那跳，啊足快乐的啦。我都无得问你讲上岸要去资本有无？人比较讲摕烟钱咯，遮伊讲啊，一个叫我无熟无识摕烟钱，对因来讲吼，有物件就大家分享，因种分享的观念嘛。所以咱要做即个工课无？你讲我一个人无路用，伊一个人入去传道，规个太鲁阁族大部分拢信主，一个人尔呢。日本一直要甲掠。毋若掠无着，阁互伊安尼世界去传道，传到原住民的部落，大部分拢信主，尤其太鲁阁甲阿美族，大部分拢信主。我讲一个人尔呢，会当做了这个事。咱顶礼拜，咱有看到无？顶礼拜咱伫遮选咱的中级，咱选3位长老、6位执事。迄个过程甲我问讲，啊爱甲因恭喜无？我讲无，选长老、选执事无咧恭喜的，责任加重。上帝面前就是竞选你，唔我提示啦，我爱做，足艰苦，我足无用的。侍奉上帝上重要，无用拢基础。上帝排第一，事业排后壁。我这世人咧做的中间，人讲你咧做副院长，我副院长无重要。礼拜日我绝对爱去礼拜堂，啥物人甲我讲都无效。今年10月初10多礼拜日，老幼我嘛无效，因为我袂去。信主遮尔重要的代志，咱这3个长老6个执事，我是要甲恁讲，恁爱伫上帝面前做一个有名有实的信徒。我替你长老欢喜啊！你长老有信用，将伊的信仰传承予伊的后生啊！你爱伫主的面前真真正正爱献心、爱热心嘛，这是互你的责任嘛，谦卑服侍啊！毋是我遮做中级嘛，我做。长老做执事，做长老做执事，又爱用较低，所以西装若咧做吼，会去真吼，后壁一定爱做较长啊。因为你要做长老的时阵，你得爱安尼啊，啊，毋是讲做后一较长安尼。所以你其实讲每一个做长老、做执事的人，拢真真正正爱用咱的心来做。我拄看到咱最先执事领一个王义兰先生嘛，吼，感谢主，因昨拄成立一个好德公益文化协会。我伫台湾做干委员时，4党的中间，我上感谢着这样事。咱台湾有足侪人为着家己的利益，咧图谋家己的利益。你讲用导游做咧就好。潘做组长，我希望这个消息当传出去。转将导游吼，变化个导游变做会当互大家分袂清楚的导游。迄叫做啥物呢？盐酸水解酱油，我阁讲一遍哈。盐酸水解酱油，拄啊制作台湾2间公司，比足大间的，一个伫基安尼俩。我甲对2档啊，即摆COVID-19过啊，我继续对啊。我国委我嘛叫来啊，这代志好好解决，因为咱伫无形中吼，迄是迄个豆泡啊，去用盐酸加浸的了，啊，这变40倍，啊，然后加糖啦，加焦糖啦，加色素啦，加香料。咱咧啉迄呢，你若去夜市啊，你们看遐卤味足好食的，逐个买一堆啊，我实在是替你足烦恼的。我以前足爱食，我怎拢毋敢去买啊？一桶遮大桶100块啦，你想有啥物好物？一桶遮大桶100块的物件，恁逐个食啊欢喜噶。你看伊咧倒拢倒几桶的，安尼拢纯酱油酿造，遐有影。所以咱爱知影，即个食安的物件是对咱足重要。咱来感谢社会有足侪人，虽然讲有足侪人乌心趁大钱，总是嘛有足侪人牺牲，为着即个社会咧做出付出。啥物叫做公益事业？得为着即个社会付出，有名无？无名啊！
有利益无？无利益啊。为就是讲，伊叫做回馈，回馈。你要怎回馈这个社会？你有上你的心，伫这个社会做公益事业无？这真重要的事啊！所以我甲选调咱这三个长老6个即事，我要甲恁讲一句话：做一个有名有实的中级。天宝台真书内面有甲咱讲，咱若要做中级的人，要做即事的人，我拢讲啊真清楚。最重要是一样，就讲你的心，你的心永远爱挂念伫遮。你讲安尼，我遮无做，我长老是从事真下，退任加现任尔。科长就讲啊，无我遮无差，我甲取消高铁桥拢无关系啊。长老是退任加现任。长老无讲我做了，我拢免做啊。要长老讲无我交我拢无关系啊，我都无咧做长老。长老是按你的。现任加退任，你永远就是长老，因为着上帝啊，奉你的事工啊。咱每一个人说，我保罗现在是跟你们做耶稣，甲恁讲我保罗啊，我是会当做足大的官啊。但是吼，我甲恁见面的时阵吼，我是足谦卑的啊。保罗，你看伊去传道吼，所去的所在，大家拢毋捌字的呢，讲是无学问的呢，讲是下改赞的呢，总是用谦卑的心来服侍因呐，甲因做伙啊。因为伊知上强的是安怎？伊用谦卑的心来撒教服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啊！所以讲，我恁传福音时，我是勇敢的啊，我是主的工人啊，我应该传福音嘛，我用温柔，用一种足和平的来劝解你。咱下早华语礼拜有迄个四星足球队，11个吼，差不多刚11个，10几个人来，因拢第一遍踏入教会，我嘛足欢喜的，这敢咱咧报道大会咧，为着因特别来传福音。即摆因伫3楼诶，叫咱遐青年参加咧做伙。咱毋是讲来，你一定来信主，咱要来互知讲，咱就是听，咱来感恩呐。今仔日上帝互咱有遮个物件，咱来感恩呐。你感恩时阵，咱来感恩，咱每一项事咱来感恩，咱感恩讲，咱这世人所做心，上帝伫咱面前是来感恩。即个圣经十我受大拢足够背啊。所以上重要是安怎？你敢有凡事感恩？你敢有一无跨路？你会烦恼袂？我相信在座足侪人会烦恼。在座的人，若讲我这世人拢无看路的吼，我都毋相信。每一个人伫世间就有苦难啊。上主要所基督教讲，我看赢这个世间，总是恁嘛是有苦难。恁的苦难伫主的时阵，主安怎会替恁担当啊？主会替恁做这恁苦难的时阵，你要凡事感谢，凡事感恩啊。用你感恩的祭献伫主的面前啊！你若常常对我讲，上帝，你要看我夹送比起来，迄人比我较好，我敢若较歹，我的生活较歹，伊的生活较好。上帝伫咱地上会当活偌久？100岁好无？你会当享受100岁好无？咱看咧玛莎拉蒂开迄个车遐尔好，啊用棒球棍是咧打棒球，伊是拍人的，敢有较好？好嘅人囝敢有较好？我所看过好嘅人囝，我真都感觉足可怜的。当阮40年，阮发上行伊40年发落去的校友会，因为我做班，那就叫班长啦，这叫班带。我招入面来，伫外国8个人拢总挂倒来呢。我哋班40个吼，有37个来，因为2个过世，咱刚一个无来呢。大家对外国赶倒来，拢会讲啥？啊，阮以前打工偌趣味，拄偌趣味啊！这个人拢以前拢生活足歹，总伊即阵。吼，伊叫拢像伫美国去爬，拢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所以上帝啥啦？上荷兰时阵，伊拢讲一句话啊，好佳在迄阵，互咱经过这遮艰苦，毋得我去到美国吼，偌艰苦我拢食会落。毋得讲咱做兵啊，我想问咱拢做过兵的人拢知啊。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的叫磨练。我感觉即摆无做兵，敢4个月来足无彩。好，迄班长超过了吼，出社会吼，再变一个人。人讲若无做兵。正人吼，歹势即句话敢若较歹听。即做过兵的人，你咧发觉讲偌苦，你就食会落。迄安尼咧当兵工资啊，头前有一个迄个猪粪坑，第三坑冲啊！啊，你要冲无？你无冲袂使呢，因为迄当兵工资的时阵，有当时迄叫做火力训练，迄顶管个机关枪喺都一直扫，啊你无过嘛袂使，啊得甲爬落，哦，又臭光光咧爬过。你经过遐，你就知讲，这就是感谢。对班长吼，每一个去做兵的人拢有一样代志，对班长是家己出气啊！好，我出来了，我就去看布袋。啊，总是吼，那你要离开的时阵吼，班长拢无咧，哎呦，班长，
经过你磨练了，你就知迄个甜、迄个艰苦啊。咱永远存感恩的心嘛，即个感恩的心，你要扩大，啥物代志都感谢。感恩这就是互咱感恩啦。每一个人感谢的心，三个来做伙啊。就伫沙漠中间，咱看到那，咱爱上感谢每一句话，咱上咱遐个心放到沙漠。咱爱将咱每一人对咱感恩刻大石头，爱知影每一人对伊的感恩。我这世人有当时想咧倒伫面床，我就定想啊，有啥物人对我遮好，啥物人对我遮好？哎，我就求过啥物人啊？上帝赦免我，我会当转入到回息咧。这世人无啥物怨恨啊！这世人对你的怨恨，伫上帝面前，拢诚做一真水的物件。你爱每一个人真正存着感恩的心嘛？咱个受气毋通到日倒啊！到日倒以前，你将你的受气拢总袂去，一今日人安怎甲你糟蹋拢不要紧。上帝甲你糟蹋，就是种磨练呐，互你安尼心智愈坚强。这是阮破主啦，破主一个小儿麻痹的，啊专门咧捡二纸。你知捡二纸吼，一个月趁无偌济钱呢？啊，一个水果蛋，其实生活嘛无偌好。啊，迄个翁吼，即个叫做迄个李生，伊逐日吼，因为水果拢有迄个箱仔嘛，就逐遍箱仔拢甲捡济，啊，甲拗好势。啊，照这脑性麻痹的吼，伊若开始咧捡二纸，伊就摕互伊。哦，足感谢伊啊！伊脑性麻痹拢捡二纸尔。哦，一日听着伊过身，那这李生过身了，伊吼。因倒是足无钱去捡2100块，啊包一个背包，要去甲看。结果伊讲毋通啦，你的生活遮歹，讲你生活遮歹，我表示一个心意，讲毋通啦，毋通啦。啊，咱因的细俗内面讲袂使共摕背包，用安怎？用红包去甲落落，啊，转你行医。啊，这个代志你报出咱报出来。因为我破主人啊，我看到这我知影因啊，我感觉足感动的啊。脑性麻痹，永远伫上帝面前得到上帝怜悯。咱看芳，你在那讲嗡，大家一起来做工。你看芳的时阵哦，伊若咧采米了，拢会做一个啥物工课？一直蹛下手，甲花洗倒下，嗡，一直唱，哎，谢谢你给我采米呀。咱我着树啊，大树顶若风来的时阵吼，即句你了念的。哈，牛，我咧想讲无人念袂出来，这句叫做飒飒，风来吹来，伊嘛会飒来感谢啊！你看羊啊，咧食羊奶爱安怎？贵咧！今仔日咱下早有迄个先弟抱伊个囡仔来，吼，讲到足认真听呢，啊，佫甲我哭2声。总是咧感觉我足感谢，从红个仔就开始咧听讲道，这种上帝所祝福的啊。所以咱每一个人，咱来想看觅，咱敢有像这蜜芳采到蜜，咱就感谢因；咱敢像树啊，咧吹的时阵，咱就感谢。咱讲父母恩啊，咱伫生前较友好，较需要拜寿头啊。咱是毋是真正的友好啊？有报答父母恩啊，毋通到父母死的时阵啊，子欲孝而亲不待啊！刚好你父母无伫，你才讲我要友好我的父母，这才是你应感恩的代志啊！咱应该是父母伫的时阵，用最大的友好来友好你的父母。死的时阵，感谢伊，甲上帝三合做伙。所以，恁每一个人爱在伫上帝面前，恁若较属信上帝的人，恁要伫上帝面前有一日，恁要三合去见面。咱在每一个人爱做是啥物？是祈祷，做是啥物？是恳求，做是啥物？是感谢，是感恩呐。祈祷都嘛是感恩呐。你祈祷拢感谢上帝，毋通甲我上帝埋怨，甲拼本事拼一堆上帝要甲你讲话时，都无时间通甲你讲话啊，因为袂赴啊，你著干那在咧埋怨尔。所以咱做啥物、讲啥物话拢安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大家啊！我今日看你唱歌唱了足好，我看你抒琴了足好，我看你思维了足好，我看你啊，佮为咱备办喺中岛等啊，足尔了好。每样事拢感谢，拢毋是应当做，是因为着咱做，因为着上帝所做，每一样事拢是感谢。顶礼拜，我一个教会长老传即个互我，伊讲伊哋平安，敢毋知伫要到啊？我毋知会当为着恁中兴教会建堂。红的，互恁赶物件无？你有法账号互我？
我其实伊捌奉献过啊，兼某一个姊妹相共，伊常常甲咱奉献，奉献金钱是多加少，总是我特别我是要甲讲你莫献啊啦，我知生活都无好啊，家己本身啊，小可较好诶都毋甘食啊，有得该资源回收咧啊。你袂甲人献600箍诶时阵吼，我怎硬硬我讲我拜托你，毋知欠偌久才欠遐个。你献互上帝，我袂使甲你拒绝啦。所以我毋甘啊，我寄物件互伊，佫寄较济倒来。所以我煞毋敢寄互伊。阮头来讲，你甲寄较济互伊咧，啊，物件寄咧，伊佫甲你寄，伊佫买别项物件佫来寄着，我安尼加，互伊佫加了钱诶。他们最高啊！我甲你奉献，金额济少是广为2cent钱。伊诶心嘛，去到底着要奉献啦。像南部即个会友相共，去到7岛教会建2年来奉献，咱教会嘛来奉献。我讲啊，你若知阮教会账号，伊讲啊，你倒咧直播吼，啊，迄个账号出来，我就是甲抄起来，甲你奉献。毋知迄个民意姐哥问讲啊，迄个啥物人？我讲啊，你着不要紧了。啊，自己对你嘛毋知讲你寄去对互伊。为啊，感恩这教是种奉献的心嘛。咱每一个人爱早讲上帝奉献心，我爱感恩，那是逆境着爱感恩啊，顺境大嘛要感恩。顺境感恩透啥物意思？上帝我遮尔好，事业遮尔好，我拢感恩啊。我香菇奖迄个导游啊，全省卖第一名，第1名顶，全省拢嘛知。即摆是 COVID-19 啊，无拢爱排队呢。你无一定会当入去到伊个店内食物件，总是安怎？伊用伊回馈，用伊个钱来回馈社会做公益个事业，这就感恩啦。咱每一个感恩的心，就是有回馈的心嘛。伫逆境的中间，在感恩顺境中间，感恩根本无遗憾啦。苦难的中间，你要感恩无？上帝我当着苦难时啊，磨练你的心智，磨练你的志气，互你更加坚强。台湾的企业家吼，清一色有一个特点安怎？学历拢无悬，做代志真拍拼，心足善良的。咱看遐企业家足济吼，拢是家族中间吼，学历上低。现在学历较悬，拢去读博士，啊，甲进到实验室，啊，做实验尔，啊，领像我这种领4薪水的，总是足济人奋斗出来。这个人，有可能国民党毕业，有可能国民党读无透啊，总是会当创出一番的事业。上重要是我看到台湾足济人事业有成了，佮奉献的金钱来帮助这个社会。我伫家内时阵创造一个叫做妇幼保护协会，伫我要离开做院长的时阵，为安怎？因为我知足济人足艰苦，我做袂到，总是足济人甲我讲院长啊，你要走吼，啊，这个人无人关心要安怎？我讲我无带来管钱啊，啊，总是我袂使出名，我公务人员，啊，恁大家出名就好，就这样咧运作咧。总是袂当做偌济工课，得当做偌济算偌济，帮助1户也好，帮助2户好，只能搁咧帮助恁咧。用伊的力量去帮助即个家庭，即个囡仔若帮助即个家庭，即个囡仔就袂惊歹路啊。咱伫奉献的时阵爱感恩，会当奉献就爱感恩呢。你看奉献是毋是奉献钱？哦，某人奉献足济钱的，伊会特别感恩。奉献真正爱感恩啊！奉献毋是指金钱尔哈，事感嘛一种的奉献。顶礼拜我都无讲到，啊，我就走来唱圣歌队，除了突击检查看8日有认真的教圣歌队无？我来突击检查时，我足感谢这个人，伊嘛牺牲时间摆到到这里练歌，搁咧练讲咱现在这要唱的歌。每一个人伫遐嘛牺牲因的时间，啊，昨有人请假吼去度蜜月，破文叫阿金请假去度蜜月。后礼拜我要甲因点名，我来讲。所以说，上帝首先啊，咱真真正在上帝面前，我感恩的心，这是奉献啊！奉献你的时间，奉献你的金钱，奉献你的才能，奉献你所捌的任何一个物件。所以，语文多遮大金嘛，一种奉献啊！你家己凡事，你以后去带去美国啊，人都无伊啊！即个当奉献，就是感谢主，互你会当侍奉，好佳哉，互你会当会晓弹琴，通侍奉。若叫我弹琴，我该努力尔。所以，咱每一个人拢要感谢，每一个人感谢。最后要结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叫做王二麻子，细都无老爸，因老母拢共洗衫，足辛苦咧，请用这囡仔大，这个囡仔交到歹朋友，一群人拢在村庄头内面看无顺眼就共拍，敢像咧玛莎拉蒂迄个三兄弟。因老母讲二麻子啊，拜托你要行好啦，你毋通做歹啦。咱厝遮瘦，我连好衫都无通穿。
你写到我即个环境，即个环境我足不好个。你看我人别个人拢食好穿好，我都特别拢穿迄落歹衫。所以讲，你看我甲即个朋友做伙，拢会当做伙食好食物件。看着人无时间就共拍，有一边吼一群人转共拍死去。伫台中吼，毋是像咱的台湾死刑敢若判假，台中判死刑就是死刑随一刑。即我们就共拍死人了。伊妈妈啊无本来咧扣二纸，啊无时间来扣二纸，无时间来证这，逐日就去派出所，讲我看一个好无？伊讲袂使，因为因台中足严的。特别若开庭的时阵，伊就去坐桌后壁，看因后生咧开庭，那叫人看着手铐脚镣安尼带去，就叫二麻子的，二麻子，伊特别看到因老母都毋敢看，心内想讲啊，我哪遮冲动，以前无听我老母的话，因老母逐边开庭就逐边去，台中煞嘛真紧哈，即可能判死刑啊，判死刑了就掠去因庄头的目口，一个监狱关在柜袋内底，你去甲。得甲张讲拜托了，我看后生看一遍好无？但是袂使，死刑犯不能接见，咱台湾是可以啦吼。伫因遐死刑犯不能接见，因为因念伊特别甲清决啦。拜托了，我看一个啦，袂使，就是袂使，去庄头问村长讲，啊，我足想要阮后生，我要看，会当看到阮后生讲，啊，迄个监狱吼，啊边仔倒一个山坡，你摕一个红的布，因拢4点出来放风，你4点到就大一。好，伊真正咧2点外就去带等，一直等到3点外，看大家陆续出来放风，4点到伊就带二麻子，啊，本来大家咧无注意，突然有看到远的所在，山坡一粒大迄，啊，最听我声，点，人讲话最听，二麻子，但看到二麻子，迄啥？我妈妈啦，我妈妈家她比遐老。我妈妈头毛拢白呢，妈，虽然足远的，声足细声，伊都在伫二麻子。第二日，因妈妈搁照常对啊，一直二麻子，妈，结果遐犯人带拢集中去，因为声伤细声，带做话，妈就大声，因妈妈听着，二麻子足欢喜，安8点就带会一个。对处，第3日，二妈就无出现啦。大陆庆决足紧的哈，已经向庆决啦。4点就要到，伊妈妈嘛，毋知讲伊囝向庆决啦，啊，佮走去咧山坡，开始拖咧二麻子，结果所有犯人，每一个人拢足集中伫遐，大拢跪落来，妈。二麻子不在了，我们替你孝顺他，妈，我们替你孝顺他。伊妈妈听到，点将伊安布收落来，对到厝。迄镇衙长讲，伊自镇衙长遮久以来，毋捌看到遮尔乖的犯人。伊特别写一个签名，甲当局讲，这个人的提早甲释放。大拢足提早就释放，因为这个人拢是真正。知影感恩，每一人家己互相做工课，每一人开始无咧相拍，每一个拢感谢我替你做，你替我做，大拢有感恩的心。亲爱的兄弟姊妹，存着一条感恩的心伫上帝面前，一直伫上帝你的感恩三个来祈祷。万做肯为上帝你，我伫感恩这中间知影，我乃时常留着一粒感恩的心。感恩我每一个人，感恩你所替阮做每一件事，甲每一项的环境的中间，阮拢感谢，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主你所定着的旨意。安尼祈祷，用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咧引导上帝话来念圣诗438首。圣诗438首，请咱起立念全首。这是对主多亏。
谢谢，咱凭心来奉献。谢谢。咱来看周报吼，来报告。咱第一先欢迎这个王一郎先生哦，第一名店董事长吼，咱欢迎伊吼。也希望伊会当常常来咱教会礼拜啦吼。过来，咱也为着保健执事来祈祷啦吼，因为伊有跋倒去吼，所以脚有受伤。哦，咱为着伊来祈祷。过来，咱选出的3位长老甲6位执事，咱也为着遮的中州来祈祷，互因伫侍奉会当搁较合乎上帝的意思。过来，若有要参加迄个圣经填充卷的吼，咱会当甲民意节来登记吼。一年吼，像3年会当读一摆啦，所以咱会当来登记来参加这个吼。过来，咱看具体交通以及带导的事项，咱家己来看啦吼。咱这礼拜特别为着潘贵珠姐妹这个家庭、霍春博、民意节、易容、美容、婷容，以及王韵老师因这个家庭，伊的妈妈吼霍以前、霍兆文全家层的信用、健康、学业起居工作来祈祷，咱当为着遮个来祈祷。咱最后来吟上营389首，上营389首。咱吟时阵，请你牧师来祝祷。愿耶和华赐阮祝福你，保护恁，用伊的面甲恁三角之地，保守恁一时到永永远远，拢得到伊的恩甲祝福，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来领受圣歌队的祝福。
咱今日有真侪人伫感恩节是摕迄个小猪来啦吼，小猪铺满，哦，啊，那要未摕来是会当到圣诞节时佫摕来啦吼。来，咱来游玩小分组来小联谊一下吼，尤其咱有新来的人吼，咱尽量像讲咱的王生即马迄个王兄弟张拄做一个好德信义文化协会，看伊现在充满这个校会理念，要做啥物公益事业，大家会互相参考分享吼，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尤其是吼，咱这个导游吼，真正足适宜的。即马台湾出2间尔，好愈做愈大间。拢是迄个化学咧，迄个爱是香菇，伊是日本认定的香菇内面来迄个。我看你家继续第落卡迄个吼，大家互相来，咱就开始来分组吼。咱的时间吼，拜托，因为今日有小较前的，咱嘛照常12点结束，好无吼？12点才结束。来，咱就开始小耍一个位咧，大家来做伙吼，耍一个位大家来做伙。真欢迎你来，感谢主来。谢谢。来，咱听王生讲一个话来。今日真欢喜吼。咱看这个带感谢，带感谢员甲所有大家咱兄弟咱姊妹，大家午安，午安。昨真欢喜呢。咱这个Brian 哈，咱这个发行人呢，来加入我这个汉德文化协会。这个汉德文化协会，我是感觉我今年83岁，我是感觉我从细汉，在6岁的时阵呢，日本人这个美国来空袭，我伫彰化吼，阮是拢做田，日本人来美国人来空袭呢，阮阿嬷、阮阿婶拢。阮阿浸弄死，我伫边仔防空壕嘛浸啊弄死，无死就对了吼。然后呢，拄到228，228我10岁然后我也拄到8七水灾，我父亲是一个中年目睭无好，所以呢，我伫即个开证券的时候，我有主持一个电台，叫温暖满人间，台湾一个岭南基金会，就是我30年前，我用去募800万。甲伊成立的张金坚这基金会是我甲成立的，然后我就想着讲，然后我搁做一个代志，就是讲，伫7月初9，咱旧年这个汉光演习有3个阿兵哥雄雄顺捷，我甲阮的台北大讲我是做商务理事，我讲台北大吼，因为对中兴发商行业变来变去，猪毛都无写到，咱做一个善事啦。我的会长讲，我出50万，你出700万，我。一天的中间到3点，我无560万，无了我就找赖副总统，我讲这个物件呢，麻烦你明仔载，这3个人真需要钱，大家对国军的关心无够，咱甲做，副总统无好，坐个专机，过顿工就带阮10几个，就对台北6点外就启程，就飞飞机飞到公山了去左营。一天的中间，副总统坐伫礼物内面中岛食面包甲即个基山，搁甲理论理论看了讲哇，这受难者的爸爸确实可怜即个阿嬷中风，老母即个胃无好开刀，老爸无法度做事，甲一个小妹伫咧做义工真可怜。阮大家呢，即个当场副总统代表。一人摕150万互伊这是阮做的。佮另外我最近就是，我甲 Brian 阮广告制协会做一个这街车挚爱擦亮台湾。我来看咱2个少年伫即个深圳，摕到全世界擦车的冠军，政府居然真漠视无看，所以我就讲即2个少年甲鼓励，所以阮就含即个广告制协会，我发起一个运动，就是讲。咱洁身自爱太难啦，咱大官都做袂到对无？用洁车自爱，因为我定带我伫日本代理60间的商社，逐间去佚佗，去这大只去看观摩。发讲日本人，游览车，年轻我定甲伊太太讲，七甲你比出来电阁较水，你有感觉？这清气度，互咱真感觉。日本195年甲1945年的中间，50年中间。
对台湾的贡献是真大。但是足侪人，我是日本话拄读了，我无读日本册。但是因为我的身份日本人，我永把我定日本的生意咧做，我发觉出来。捷车之爱，擦亮台湾，就是甲台湾即个车辆，因大家若自私，头拄仔咧讲诶，咱即个蔡委员咧讲，咱就是爱有奉献，咱台湾人有当真自私哦。所以你若汽车吼，就你家出钱去诶，你家欣赏啊，对无？你愈你诶，愈金是你诶嘛。所以我就创一个口罩。即个男力吼对决太厉害，咱台湾人吼即摆就是安尼。男力电视台内面啊，对决太厉害，你有感觉？看是修人共款，民族的融合太无法度，所以我才想着讲咱创一个好德即个会。即好德就是讲，即个社会今仔日你甲看，青少年夜街市、卡拉 OK 唱了烧冤家，男力电视台内面对决，暗时要死你就我死。所有的政权内面，我所看，我是台湾人。民国即个65年，我是台湾人第一个秘书长，过去拢外省人咧做。我发觉讲，所有的即个，甲即摆现在来讲，咱的民代足济，立法委员、也议员，真济真少数为着国家，拢是为着利益。我定咧讲，你若看讲丧礼咧参加丧事，即个立法委员拢插入来排队。我来讲吼，恁遮若无规矩吼，即往生者地下有地吼，我咧看恁无去啦。人逐个特殊摆啊遮好势吼，你呢插入来内面，你有感觉？什么倒位委员，什么倒位委员，你毋知感觉？即个啥无特殊，就是啦。民代拢为民服务，拢无拢特权，我是安尼感觉。所以我认为讲咱即个社会吼，爱有一个正义，对善人爱关怀，爱急难救助，这是我的做法。所以我就迄天副总统甲我讲我伊要来做一个希望讲，伊无爱讲政治，就是服务因为出身一个矿工的家庭，真艰苦。我讲好，所以我就招即个朋友15个，一个人100万。咱即个不然，咱来加入，不然较生命，伊经营这杂志，嘛真拍拼。个太太今仔即摆头壳有一点失智。确实也真感动，伊嘛出100万，该拍一个掌声，谢谢。昨伫这个所在，我拢发起因100个，拢是含各种李庆龙遮做顾问，大家。阮的主旨就是讲，急难救助，关怀弱势，不分哪力，不分党派，爱民族融合。我的感觉就是讲，你伫路边看到一个急救。你敢问讲你是哪样的？再来求到安尼，无可能嘛！所以台湾的今日这族群的势力太厉害，所以我做这就是讲，希望你也看咱今仔日老爸囡仔杀老爸偷老母嘛有啊，法院的判决嘛袂当死刑对无？变杀人无代志啊！若甲警察局遐10万5万就报出来这实是社会大家看袂到，嘛无法度所以阮的做法就是讲，阮无爱关怀政治。即个族群绝对无讲政治，关怀弱势像讲遮个冰冻人、喜憨儿，台湾你甲看，上重要就头拄仔咱监委咧讲食安，我确定会送恁70、80罐的豆油，互恁一人1罐。我进口日本的豆油，我就是讲，咱2岁就开始食豆油。豆油若食无，台湾今仔癌症偌济呢？咱的癌症的灵癌一年降1500亿，咱的洗肾600亿，2100亿，咱的即个健保8200亿，敢若即个占30%以上。我定咧讲咱即摆国民的年龄是甲平均85岁，阿嬷、阿公81岁。但是咧，你讲搁几年了，大概到90岁。但到尾满家全老人拢阿祖，毋是阿公你有讲阿公拢阿祖，毋是阿公无阿爸无阿公拢阿祖啦但是呢。即个阿祖做阿公的过程咱的国力如弱是安那？因为饲遮的老人你就袂活，因为倒入眠床倒7、8年，遮的囝六屎六尿到尾久病无孝子即个经济为着遮你甲看，即灵癌政府拢无咧管遮，对食安着手即个联合即个秀团病院的即个总裁是我的同学，我甲伊讲，我含伊去杭州，我讲。台湾即个食安一年投资10亿，头拄仔像咱的监委咧讲，
食的物件是病从口入。我即摆哪做？我伫关怀青龙。我逐礼拜拢去彰化，我彰化人园林看别啊。我昨呢有一个咱中兴岭一个医生，73岁，经营3甲外对青龙甲老花啊，甲伊的感冒拢外销去日本。我昨特别来办送互阮遮的人。主要就是讲，咱遮的青龙政府，遮青龙已经大家若无甲指导，我有甲伊讲，台湾新农种。说个400几个，我甲李登辉先生讲，这400几个爱甲创一个联谊会，甲大学，即个中兴大学，即个农业来结教授来传承。但咱农业会无法度做这工课，台湾的顾政治啦，顾无用，所以举一个来讲，即个来猪就好。牛肉会食你，猪肉袂食你，对无？我定咧讲，其实我咧饲猪，我饲2000几只猪啊。我这新农种得主是一个客人，伊饲3、4个囡仔，力争上游啊，真可怜。我讲好，我甲你合作饲猪，你饲甲照正常饲了，我日本引进来，我1公斤加10块甲你买，你爱饲甲130公斤，我甲伊合作7年的中间，伊趁3000万。就是安那，就是咧帮助你这4个人有法度饲这个4个硕士，这个是人生上重要。所以今仔日讲这个，跳到咱蔡监委咧讲，咱这个无私的奉献，我就推动。咱台湾人有私的奉献，做这样代志，尤其我定咧讲，立法委员是安怎惊出代志，就是因为这助理无训练，助理拢是近亲繁殖。你若中山了，找阿哥的囡仔逐个来，拢找新北，其实毋对。你爱找现人，你找新北，逐工知影你咧做歹代志，一讲爆发，你就先爆发你。所以台湾就是安尼嘛，所以我感觉讲，这社会主持正义太少了。若像我昨第一遍，我就看一个台湾葡萄园协会一个查某囡仔，伊呢协助64个伫台东隔代教养的盲人，逐礼拜，就一礼拜就来一遍，对遮个人对遮个盲人照顾盲人，你安知影目睭无看真可怜寸步难移啦。我还问讲，你这个协会，台东政府有甲你关心没？无人关心啦。原住民委员会关心无关心啦。我来我讲好，我一丝仔钱管理。昨特别我伫这个会内面，请伊这团长目睭无看，你来唱《爱的真谛》，大家领唱，我来感受讲社会也是有爱所以今日我真欢喜来这个所在，不然叫我来，我讲好，我一定爱来。听到恁遮一个礼拜啦，中间大家要唱卡拉 OK， 大家要佚佗，咱伫这个所在，就无共款的所在，是讲我定咧讲这庙宇啊，咧创光明灯，我就爱笑啊。你规去咱的市政府市公所创一个公立的光明灯，个平安灯，大家去钱来交些弱势团体，这庙公就无生理啊啦，你要相信吗？关渡庙甲东瓜票关渡庙的朋友过年一年光明灯遮车较车是一年一工收1000万，足济无知的民众足迷信，所以我讲光明灯伊设咧市政府讲大家拢起来，所以钱逐工公布，今仔恁遮来后摆恁今一年欠偌济，若咱基督徒去做啥平安灯，对无？一个光明灯平安灯起来钱，这社会的资源看，咱这个庙宇的文化，大家拢拜拜要趁钱要发财，无一个讲像咱这个教会的中心，这个心灵的洗涤来唱歌，唱歌就是健康啊，对。乐拢无咧唱，逐工咧选举，逐工咧冤家，对无？这是咱今仔台湾真不幸，所以我的好德就起发点就是安尼做。即摆呢，我以后要办一个关怀，我甲这个盲人。在盲雅学校来表演，我来对关怀这伤癌的家庭、这单亲、这冰冻人、这罕见疾病的人来甲伊关心，这弱势的人甲伊关心，这是我要做的。希望将来咱这个教会大家共同一直来为这社会付出。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结束以后，个王生伊大概是永兴航空公司，你敢知永兴航空公司名叫做啥物呢？
Formosa Airline， 福尔摩沙，去当中间唔好发生飞安事故吼，像我记住啦，感谢主吼。啊，快给你来，啊，咱照常分组，好不好？啊，分组中间咱会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开始摕物件豆豆来食啊，大家三个做伙。啊，听伊讲，咱今日嘛有11个迄个来，叫11个咱的细心的足球队来，今咱要做翕相嘛吼。嘿，敢有要来？有无？伫楼顶吼，你落来，咱讲要甲大家做翕相，因嘛是拢第一遍踏入教会，咱的教会要有第一遍踏入教会，毋是甲咱大家来参加做礼拜。而且王神嘛，第一遍来阮教会嘛，阮教会足欢喜的。最主要是安怎呢？无私的奉献。伫头王神头拄讲的对，无私的奉献，我对事业嘛足注重的。好，来，咱来开始来分组大家互相。咱本来以后，咱拢会做一个主题，但是咱分组啦，咱分组咱听我讲吼，咱以后要做一个主题，就讲咱有一个讨论题目，啊，无一定照安讨论。比如咱今日，咱来讨论讲要安怎感恩，有啥物通感恩无？咱大家来互相讨论，来，咱分组来敲椅啊，一敲椅啊，好无？分组爱当做食物件，带三角食物件，三角来迄落，啊，等下确定啊吼，咱慢些走，确定若有迄个足球队落来，咱加做翕一个相吼，互因做一个纪念，嘿。嘿，来，你来，咱小组长家己发倒一个来，咱的椅仔敲好势，安尼较为咧要讲的较讲话。你若无通讨论讲要怎感恩，啊，若有通讨论啊，像我王生加减啊讲过，互大家听咧，做歌要安怎做歌，公的事业啊，要安怎互相大家斗相共，嘿。阿嬷嘛会使讲要怎做，阿嬷会经过，嘿。来，咱三九做伙吼，啊，来互相来分享一下，因为时间真逼吼，也是真短吼，时间无偌久尔，啊，大家通要做伙，啊，顺便来食物件吼，互相食物件，互相联谊，嘿。啊，对咧啦，一困仔尔，时间一困仔尔。互相联谊一困仔尔，啊，看大家要做翕一个相吼，夹咱这足球队啊，拢第一遍来教会吼，伊拢第一遍来踏入教会所在来较紧的哦，来咱争取时间，因为时间我接逼的啊吼，咱11点就要食物件吼，11点就要食物件，剩10分钟尔吼，剩10分钟尔，嘿，来，咱紧的哦，赶紧的嘿。嘿啊，所大家三角熟悉一下，吼，互相三角熟悉一下，互相三角熟悉一下，嘿。嘿。啊，咱物件拢一份吼，咱的物件嘛是会使摕咧咱豆豆食吼，确定分享了会使，所以大家食一个物件吼，嘿。啊！你若要去地面顶电无位，再来找我啦，因为我嘛电无位。来哦，紧来哦，嘿，紧来哦，嘿，来392来，大家做伙来，大家紧坐落来，剩10分钟尔吼，10分钟大家来小我介绍一下。嘿，像你嘛会使听阮阿嬷讲，伊即摆怎做阿嬷，嘿。昨晚迄只高山啊，叫我做伙困，吼，偌趣味的。即摆逐日拢要惊讲困啊，食老的。来，大家互相三角分组，大家三角来做伙来，互相来分享吼，互相来分享，嘿，啊，互相来熟悉一下，啊，熟悉啊，一方面咱有摕物件，吼，咱的物件豆豆分落来嘛不要紧，吼，豆豆摕物件分落来，啊，大家互相食物件。啊！你若找无通分享题目，一个题目足简单呢，有啥物通感恩的代志无？哦，你世人有啥物通感恩的代志无？互相三角来分享嘿，有感恩的代志无？三角来感恩吼。迄个智商技术，你甲招呼迄个王党的嘿，甲招呼王党的一个嘿。啊，若无啥物通感恩的，会使袂错中医啦吼，袂话就好啊。
咱骂林牧师哦，骂我就好啊，若有感恩的骂我就好，毋通林牧师，嘿。像你嘛爱感恩，互家乡会当安尼顺顺利利训练哦，毕业这嘛爱感恩的啊，对无？嘿，社会精英呢，以后伊出来了，才面对挑战呢。伊毋是即阵才伊出来了才有挑战呢。嘿，伊出来社会，大家拢对伊的冷眼看待，迄才是真正挑战。嘿嘿嘿嘿，才是挑战。嘿嘿嘿，嘿嘿嘿。找无题目，就是安怎感恩吼，有啥物感恩的代志，会使大家互相分享吼。